大家北上旅行有冇體驗過無人駕駛呢？香港喺機場一帶同西九文化區有公司獲批先導牌照做私家車同小型巴士嘅測試，有望推出無人駕駛服務。物流業係香港重要經濟支柱，無人駕駛嘅應用起步更早。香港國際機場係全球第一個將無人車大規模應用喺實際運作嘅機場，包括運行李、接載員工、巡邏保安狀況等等。未來目標係24小時運作嘅無人駕駛拖車數目增加到100部以上。中小型公司嘅物流需求亦都有新解決方案。香港科技大學早前就同深圳企業合作，研發出多功能無人駕駛物流車，最大嘅載重800公斤，續航里程60公里，獲運輸署頒發車輛行駛許可證，可以廣泛用喺快遞派送同埋工業物流。無人技術發展係大勢所趨，增加應用場景，拓闊應用範疇，可以推動物流業發展更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鞏固國際優勢，團結香港，聯通世界。